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恩典。福音的创作者兼歌手盛小梅姐妹，她的创作当中有一首诗歌名为《主恩典》。歌词呢简洁而有力，这样写道：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得来不能忘掉，感谢涌出如浪潮。是的，主的恩典就是这么的奇妙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重价赎回的，但是却白白的赏赐给我们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挪因为无法生育而心里忧愁，他就到了圣殿去哀哭祈祷，然后就蒙主恩典，赏赐让他能够生育。哈拿就祷告献上感谢，在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了哈拿的赞美与祷告。哈拿祷告说：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，上主使我抬得起头，我向敌人发笑，因上帝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唯有上主神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圣者。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，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，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，因为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，他审断人的行为，勇士的弓折断，软弱的人变为强壮，富足的人反而为食物劳碌，饥饿的人不再饥渴。不育的妇女生了7个儿女，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。上主能使人死，也是能使人活，他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再回来。他使一些人贫穷，一些人富足，他使一些人卑微，一些人尊贵。他从尘埃的当中提升穷苦人，他从粪堆里面抬举贫困人。他使他们做王子的友伴，使他们得到荣耀光彩。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，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。施洗约翰新约的记载，他在旷野传福音，为人施洗。但是我们千万记得，施洗并不是重点，而是悔改的心才能使人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施洗约翰不但对于这些犹太人那种不在乎，甚至想要借着洗礼的仪式来逃避上帝惩罚的这样的心态，他就发出非常严厉的批判。他更提醒要接受洗礼的人呢，必须要真心的悔改，才能蒙受到上帝所赐的恩典。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18节记载了施洗约翰的服事以及他的工作。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的第15年，旁修比拉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他做加利利王，他的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尼王。
亚那和该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，上帝的话临到了旷野的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。约翰走遍了约旦河一带的地区，宣扬说：你们要悔改，接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，旷里有人呼喊着说：为主预备他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走的路径。每一山谷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低，弯曲的路径要修直，崎岖的道路要铲平。全人类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。人群拥挤出来要接受约翰的洗礼。约翰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啊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。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掉，丢在火里。群众问他：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有一些税棍也来接受洗礼，他们就问约翰：老师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他就告诉他们：不可收取法定以外的税金。有一些当兵的就来问他：我们呢？我们该做些什么啊？他就对他们说：不可强索金钱，不可敲诈，要以所得的粮饷为足。人民满怀的期待，大家心里猜想，也许约翰就是基督。因此约翰就告诉他们：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可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本机，要扬进谷物，把麦子收进仓库。至于糠秕，他要用永不熄灭的火烧掉。约翰向人民传福音，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规劝他们。施洗约翰并且明确的指示呢，将来有更重要的救恩，就是透过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圣灵与火的洗礼，这样的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，也因此能够得到主恩典。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。但要挫败邪恶人的诡计，上主要永远作王。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慈悲爱我们的父上帝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借着他，你赏赐了白白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因为相信接受就蒙福得救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